若过来这个消息，爱特别注意哦。讲甲家己厝前的钉仔卡箍起来使用，这是爱纳房屋税哦。有一寡厝主会甲钉仔卡看作是家己的所在，会放盆栽、放个人的物品，甚至围起来做生意。但是税务局来提醒，若是甲钉仔卡围起来作为个人的用途，查甫事实者都爱扣房屋税。警方嘛讲，伫钉仔卡囤杂物，影响到公共安全甲民众的通行，依法买当来罚款。民众行伫咧钉仔卡头前路刷桥铁门砸掉咧，今日当为路口行实在是真困扰。有厝主认为钉仔卡是因兜徛起延伸使用空间，常常放盆栽或者是私人的物件，甚至用铁门把家己的钉仔卡围起来，当做家己的梯。税务局提醒，安尼会防扣税。设摊营业了，或者是加装铁卷门，把它封闭起来，不让人家通行的话，基于课税的公平，房屋税这根据它的房屋现值来课征。若是无开放钉仔卡，互民众公共通行，就袂防扣房屋税。不过，若是将做私人用途，税率得依照使用进行累算。譬如说，它营业就是课营业用的税率3%；如果它是住家使用，那它就是自住住家用时的税率1.2%来课征。税务局强调，钉仔卡若是有使用进行变更，厝主应该主动申报，但无对来补税，各项规划。不过，感觉扣钉仔卡的房屋税，民众的看法不共款。围起来变成私有地的话，不让他做你课税，我就觉得还好啊。那如果是付钱的话，就我们自己使用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过啊！真的是在抢钱啊！钉仔卡将做私人用途，除了会防扣房屋税，若是囤客物件妨碍交通，警察讲会依法规划。骑楼堆积、置放、设置或抛掷足以妨碍交通之物，处行为人或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。警察提醒，街道铁门增加使用面积，就是违章建筑，接着通报，卖请市府都发局依法给调查处罚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